以下呢一首樂團嚟啦 ，Introducing the Band 係由美國作曲家安德魯比蘭特寫嘅一首非常之有趣嘅作品，好似一個音樂遊戲咁樣，每一段咧都有唔同嘅樂器登場嘅喎。而其中兩位團員，企咗喺度咯喎，佢哋有一個特別任務㗎，究竟係咩咧？我哋一齊睇下。而家佢會將所有樂器夾埋一齊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
有趣，好聽嗎？好聽，Encore。